啲白蛋白漏晒啲尿度啦，腎臟你快啲做嘢咯！白蛋白尿其實係一個早期腎臟受損嘅一個信號。吓，但係白蛋白點解會漏出嚟呢？二型糖尿嘅病人如果有白蛋白尿，表示佢腎臟開始有問題出現啦。除咗表示腎功能受損嘅同時，對心臟病、死亡同埋住院率都係提升咗㗎。哦，咁即係淨係睇下有冇白蛋白尿就得啦。除咗驗白蛋白尿睇有冇腎功能受損，同時需要驗埋個 EGFR， 做一個全面嘅評估，睇下腎功能嘅受損情況。如果有白蛋白尿而 EGFR 低過60嘅話咧，佢有心血管病嘅風險咧係提升1.5倍，而死亡率咧係提升3.3倍㗎。啊，估唔到驗尿可以睇到心臟同腎臟有冇警號喎。係啊，驗白蛋白尿同 EGFR 咧係同等重要㗎。哦，原來白蛋白漏出嚟係心腎都喺度嗌緊救命喎。係啊，白蛋白尿係心腎嘅危險信號。記住每年都要 check EGFR 同白蛋白啦。咁你每年有冇檢查白蛋白尿啊？留言話我知啊！